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去深圳灣萬象城。依家就上晝11點。谁来啊？比如说是明年、后年啊、大后年或者这样，每个时间都落实那个人。他内府的一个跑，内府的。啲走廊好靚，下面好大啊，好長嘅走廊啊。喺後海灣站出口，之後喺 M 出口就行一條走廊，咁就去到呢一度啦。萬象城，好長嘅走廊，好大，好誇張，大到足之行到嚟啦，去嗰度食肆、茶樓、餐廳。甜品屋，係朱古力。化妝品，可能我哋太早嚟，所以冇乜人行。睇下佢嘅設計，繼續上去上邊睇下。佢係設計好靚。你唔記得咗上次我哋行路過去啊？知啊。幾戇居啊！揾唔到啊！萬象城出咗之後咧，就係華潤大廈，一個好靚嘅尖形嘅。因為全部賣名牌嘢啊！條街好乾淨，好大，好似去咗歐洲嗰啲地方。Hermes 我係發過南號嘅，所以有呢個。呢個係萬象城嘅正門入口啊！入咗嚟睇下，啊好大，啊全部都係名牌嘢。
好靚天花板，呢度有個書城，好大間。睇下先，係咪真係好大間？係，真係有餐廳，有睇書嘅地方。真係好大啊！咁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